只要是甲台剧相关的公司台剧台拢会甲恁支持。对2010年开始的影音作品活动，台剧有影，即将有收录出的影视作品。今仔日台剧台特别竞3出无同款的题材电影，伫咧电影院内面放送。3月19暗时9点，也邀请观众朋友准94台公司台剧台，咱做回来欣赏。来想清楚啦，咱家画这个吼是啥物哦，你用知影。金钟影帝4树灵演少年警察，安怎伫咧理想甲工课现实掠到平衡？演老教警察的第一位是真配合伊的演技，真正配合伊的演出，佮伊的敬业精神，伊会沉伫伊内底角色。其实我嘛共款啦，所以阮一小拄着演戏的时候，阮就撞击啊。电影当中也写到了很多他们的行话，我想要的是设计一个很自然的语言的状态的环境，让他们去演出自然的当下。除了唱声，也有翕妈妈甲查某囝面对坎坷运命、延续亲情的这番、迄番。妈，啊无你甲爸是安怎熟识？咱拍5天，有4天伫咧鼓山岛顶悬拍，有1天伫咧台湾宜兰遐拍。也有这出翁某牵手一世人，安怎伫人生后半段表达爱的阿英罗曼史。伊有讲过，伊真正爱我，到底有我。你失去一个东西之后，你才会觉得说，哦，我好像很多话要告诉他，很多遗憾。你如果愿意去面对，你才会真的放下。演戏演到点啊，1架子以上啊。今日这出里哦，我上欢喜，就是头到尾唔免背台词。今年真欢喜吼，这么少年的剧组，这其实是为咱这个台语台的储备人才，啊，阮会继续落去。公司台剧台2020年家己影视品牌台剧有影的作品1400万定选6出作品，包括去年播出的3出电视电影，和3月19暗时9点开始，要伫咧台剧台播送的这3出戏剧底片，希望继续替台剧影视产业增加更较侪能量。记者阿敏真正派文台北报道。